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浩之声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家浩。目前我在老挝首都万象，希望通过我的声音能够提高我们的汉语水平，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温暖。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选择。相信在每天我们都会遇到选择这个话题，那我们怎样选择让自己快乐开心的那条路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。有人说心情是可以选择的，选择了快乐，即便身处幽暗，心里也会充满阳光；选择了忧愁，哪怕置身花海，也丝毫闻不到花香。心情是好是坏，全看你的选择。你选择让自己烦恼，那你就会烦恼；你选择不让自己烦恼，烦恼就会离你而去。选择权不在于烦恼本身，也不在给你带来烦恼的人和事上，而在于你自己。一位宝妈去门口的小超市买菜，因为一点误会和老板争了2句嘴。回家后闷闷不乐，一想起老板说的话，他就是气得坐立不安。他叮咐家里的人不许再去那家超市买东西，又到左邻右舍，他劝大家都别去。有一天，他带着孩子从那家超市门口过路，老板一看到他就笑呵呵地打招呼：“带孩子出来玩呀？这几天怎么没看见你呀？”说完，他随手拿起一个橘子，递到孩子手里，像从前一样热情友好。闹了半天，老板早把那件事忘了，反倒是他为此苦恼了很多天。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有些人有些话，你恨记一天，那他就伤害你一天；你记恨1年，他就伤害你1年；你到老都记恨，那他就伤害你一辈子。不同的选择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罗翔说，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自己选择出来的。你选择了喜剧，你的人生就充满欢乐；你选择了悲剧，你的人生就只剩愁苦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何不选择让自己快乐呢？人生苦短，别给自己添堵，能选择快乐，就别选择烦恼。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我们下次也有机会再见。今天跟大家说一声再见。